歡迎收睇港深置業全網評測最專業嘅頻道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森。真係估唔到啊！坦洲呢個地方咧都出咗個新規嘅產品，使用率仲要超130%，竟然比華發大4代住宅仲要高。呢個項目一直被人炒作為世外桃源，300畝嘅湖景加4公里嘅環湖棧道，以及20萬平方嘅湖濱公園，每日沿住呢個湖濱棧道去漫步，呢種悠閒鬆弛嘅慢生活，確實係相當寫意。而且8000幾起嘅單價咧，亦都格外吸引。但係1000個觀眾就有1000種睇法，總有部分聲音表示不滿。老規矩，缺點我會放喺最後。我哋先上基礎信息。錦繡國際花城係由敏捷集團開發，項目位於環州北路9號，屬於坦洲北部片區。整體係一個建築面積高達265萬個方，總規劃戶數約16000幾戶嘅超級大型社區，容積率係3.0。今日嘅主角係5期2區4棟嘅戶型咧，分別為110方、127方、138方以及6棟嘅88平方。2027年年底精裝交付，目前整個屋苑已經有3萬人口入住。咁國際花城憑借住咩優勢吸引到眾多港澳街坊扎堆入手呢？第一，價格先係王道啊！均價先至9000幾蚊，仲有部分特價單位咧8字頭你就可以攞低，甚至再低我都可以幫你做得到啊！再加上超高使用率，對於預算有限但係想住大啲嘅朋友咧，真係好難唔心動。第二，實用率超高嘅戶型，發展商靠陽台、飄窗、中空平台呢啲半贈送同埋全贈送嘅面積，做到超高嘅使用率。就好似新推嘅戶型，唔止陽台大、房間大，主臥仲可以整個超大嘅衣櫃，而且總價都幾抵，低首付5萬蚊，上車門檻真係非常之友好。第三，生態環境超稀缺，坦洲常年都係收爐，城市界面又一般般，但係呢個項目有300畝嘅生態湖畔同埋湖濱棧道，寧靜又綠色嘅居住環境，無論係坦洲定係珠海，都好難揾到咁樣嘅樓盤。第四，對港澳客通勤便利度高，項目提供咗多個港澳直通巴士服務，真係啱晒港澳朋友往返嘅需求。過關直接返到屋企，一腳油門就可以搞掂，唔需要騰嚟騰去，多費功夫。就算自己開車嘅話，按照現時環州北路嘅已經開通咗24分鐘，你就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口岸。OK， 而家我哋睇完示範單位，再同大家總結下缺點。OK， 我哋而家咧第一個睇嘅咧係138平方，亦都係現時最大嘅單位嚇。咁我哋呢間咧其實佢報建咧係3房，其實你可以做到4房甚至5間房都係冇問題嘅。使用率真係做到冇辦法講，真係超級闊落啊！入門第一位置咧，呢個位置就係一間陽台陽改房。到時交付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呢一個俾你落護欄俾到你嘅，因為呢度報建咧係露台半贈送嘅空間。咁呢一度咧，你到時要自己封翻個窗，咁你先做到呢個效果㗎嚇。又會右手邊啦，呢嚿我同上一集嘅南灣首府。都會有咁樣嘅同樣嘅問題，就係一入嚟就係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。咁呢一度咧，我覺得仲會比可能細面積嗰個110方嗰個呢個位仲更加闊落啲嚇。但係呢度有飄台位、展臂位係 OK 嘅，係啦。仲有3段式分離啦，出嚟呢度洗手間，出嚟呢度咧係洗手盤，再到個廳位，哇！感受下個對角位。呢一個係大面積咧，肯定係可以俾到你好多無限嘅想像，就係乜嘢都大，前後雙露台、南北對流，所有嘅優點都可以擺到入嚟嘅啦。非常之闊落嘅廳位，呢一度咧可以容納到超多人，10幾20個都冇問題。再到呢個露台，亦都係有啲誇張啊！我預計目測大概8米左右啦，呢個露台。超級誇張，進深嘅話，亦都有成2米嘅進深。有冇遠啦 ？Hello， 遠方嘅朋友。嗱，呢度真係138平方，冇得講。呢個後邊仲有一個露台，前後都有露台，就所以講到係大面積咧，可以包含晒所有嘅優點，咩南北對流啊、橫廳、直廳、豎廳，因為佢本身就非常之正型啦，個廳就已經呢度可以作為一個洗衣房嘅使用啦。咁呢啲單價講緊9000幾萬零蚊可以買到咁靚仔嘅單位，其實係好難得嘅。我好老實講下。咁嗱，3件套啦，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啦。U 型廚房，哇！反而我覺得138方嘅廚房差啲意思，細咗少少，而且冇
冰箱位，冰箱係要放出嚟出邊嘅，即係要放出嚟。即係我覺得個廚房係輕輕細翻咗少少，你可以做翻個開放式嘅，我覺得會 open 啲，會顯得更加大。第一間房咧可以作為兒童房去使用啦。咁呢度都係有個漂台，都打咗之後，到時交付嘅時候都係咁樣俾你噶啦。OK， 其實見到到時候交付標準都係呢啲白牆啦，再帶埋呢啲門啦咁。呢度作為一個長輩房去使用可以，因為個露台咧係可以直接連接翻呢一間房，老人家一瞓醒直接可以行出嚟去感受下個生態湖景係好舒服嘅。OK， 最後嚟到呢間主人房咧，嗱，270度嘅景觀飄窗，所以話佢比華發仲要好嘅點係佢嘅使用率更加高，而且佢所有嘅優點都係有嘅。270度景觀飄窗啦，好似華發金灣府做嘅，而家都係40公分啦，節省咗。而家呢度咧大概20公分左右嘅啫，呢個飄台到時交付時候，而且喺呢度計起係贈送面積嚟嘅，所以呢間房會變得超級闊落啊！兩邊嘅你可以對角翻過嚟，床咧放喺呢度啊，跟住咧就對翻出去呢個位，好舒服啊！呢度咧仲係好空餘嘅空間咯，仲有一個超級大嘅空間係可以做成自己獨立嘅衣帽間，就係入嚟呢一度。佢屬於一個陽台佈建位嚟嘅嗱，呢個位置可以睇到，佢交付嘅時候咧係有護欄俾你嘅嚇。跟住呢度就係你嘅洗手間，呢度位置可以放一個浴缸喺呢度啊，係非常之舒服。呢間房係可以俾到你真係豪宅嘅感覺。嗱，我哋而家咧，因為佢有好多位置係未有打通啊，我哋去到另外一間，呢間係交付標準。另外一間睇嘅咧係126平方嘅單位咧，睇起身係超級正嘅。我哋而家過去睇埋佢先。嗱，我哋由大睇到細嚇，咁頭先138，而家126平方。但係呢個都仲未，因為呢個打唔到嘅呢度。有間房係可以打通，一陣咧我睇埋110平方咧，再俾你睇埋打通嘅效果係非常舒服嘅。呢個係126平方啦，4間房嘅，但係個廳位都係超級闊落㗎啦，已經去到5米左右。入戶門咧，我哋右手邊就係第一間房，書房係半贈送嘅空間嚟嘅。咁呢個窗咧都係非交付標準，到時都係護欄交付嚇。OK， 咁你可以自己去隔翻，好似頭先咁講嘅。跟住同嗰邊嘅佈局係差唔多138嘅個洗手間嘅佈局，但係佢呢度就裝修咗，你可以睇下個效果嚇。嗱，再出嚟感受下個廳先，都係南北對流雙露台，跟住佢就做咗個風窗嘅設計。可以出嚟睇下呢一個露台，非常之誇張，同頭先嗰個闊度差唔多，大概呢度咧7米左右。但係佢係將成個露台封咗窗之後嘅效果係好舒服，係超級正嘅，可以講係。OK， 嗱，我哋而家入到嚟開間5米，跟住來到廚房。嗱，呢種咧其實138咧，我頭先所講嘅就係你可以將佢打通咗之後，做成呢一種半開放式嘅形式，咁你成個空間感咧就大好多、闊好多，係舒服好多嘅。咁呢度6到8人都冇問題，我亦都建議係做呢一種倒台咧，係效果相當好，因為位置夠。後邊有一個露台，呢度都係做咗個風窗嘅設計嚇。咁我哋呢一度咧，哪怕係110方，都係呢一個大露台嘅。其實我而家睇嘅幾個都好驚豔啊！最驚豔嗰個咧係最後邊睇嘅。88平方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呢一間88平方係我歷史以嚟見過可以做到5房嘅效果，非常之靚仔。兒童房嗰個咧亦都會係交付標準。好，嚟到長輩房啦，咁同頭先都差唔多。呢度嘅話對出嚟亦都係景觀露台下，咁呢度有3邊落床位啦，即放埋衣櫃都冇問題嘅。好，最後最驚豔當然就係主人房啦，就單單放咗床之後咧，都仲有1.7米嘅闊度嚟嘅。呢個位置270度嘅轉角啊！如果係138嗰個咧，仲更加闊落，3邊落床位。好 ，OK， 到出嚟呢度就係頭先所講到嘅露台佈建嘅位啦。咁你可以做一個獨立嘅衣帽間，因為佢係有明窗嘅，咁你可以做一個梳妝台喺度，係非常之誇張同埋舒服嘅。嗱，呢個咧亦都可以放一個浴缸啦，咁就係頭先睇到138嗰個交付標準咁樣嘅形式啦，相對會比嗰個係窄翻少少啊。其實佢戶型係差唔多，但係126方咧就整體放窄少少嚇。
OK， 記得我頭先所講嘅，最後88平方係最適合大家，而且上車門檻亦都係最低嘅，90幾萬嘅總價你就可以攞低㗎啦嚇。我哋先睇埋個110平方嘅超靚嘅單位先，因為佢打通咗，非常之靚仔。OK， 而家過去睇埋先。入戶第一間有人，我哋等下先睇，我哋先感受下呢個廳先。同樣佢打通咗呢度之後咧，就呢一個開間做到6米嚇，非常之舒服。呢一間係房嚟嘅，即係正常嚟講，佢有4間房，打通之後咧就得翻3間房，其實都好夠闊落。呢個陽台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去到時候展示嘅時候咧，但我頭先未有提及到呢一點，交付嘅時候係有露台嘅嚇，佢係有呢個護欄嘅。我哋內地呢邊咧係可以改嘅，係可以去做翻一個風窗嘅設計，好似咁樣去展示嚇，係非常之舒服。6米嘅客廳可以講係6米乘6米一個正形咁樣嘅感覺，非常之舒服。再到呢一種都係沿用呢種 LDKG 嘅設計啦，所以令到佢成個使用率係超高，睇起身係相當舒服。呢一種如果自己做，亦都係咁樣去做翻一個賭台嘅形式啦，係成個空間感超級強。睇下休息區先，仲有一間房咧有客戶喺度睇緊，我哋一陣再睇。同樣呢度咧。佢個空間係非常之足夠嘅，仲有個壁冚位喺呢個位置添。你睇下個進深，咁樣伸長手大概1.5米左右啦。跟住呢邊呢啲位絕對係正常嚟講，無論好多82方做都做唔到呢個效果嚇。再到鏡櫃啦，呢啲細節嘅嘢，到時都係交付標準嚇。到呢啲全部都有嘅。第一間房，咁呢間咧係110平方，係屬於喺4棟嘅前排。係可以睇到湖景嘅，可以睇到非常之靚仔嘅湖景嚇。呢間係兒童房啦，咁我哋呢一度嘅話咧都可以咁樣去設計，利用飄台。佢到時飄台都駁好埋嘅啦，就係而家咁樣個位去交付俾你嘅。咁呢啲位置利用起身係好夠闊落嘅。呢度再做多個衣櫃係冇問題。OK， 依然最中意嘅都係呢一個110平方。呢一個270度嘅轉角飄窗，望到靚嘅湖景，非常非常之舒服。三邊嘅落床位，呢個空間都仲好大好大嘅，真係仲要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啊！衣帽間呢個位置咧係屬於一個陽台嘅佈建嚇，你到時候可能要稍為去改一改，自己封翻個窗，咁你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。即係直接用呢一個露台，細嘅露台嚟做一間大間嘅獨立衣帽間，110方俾到你就130平方嘅感覺，140平方嘅感覺。洗手間依然係非常之闊落。OK， 好嗱，我哋而家咧去最後睇埋壓軸呢一間88平方，我都未見過真係可以做到咁靚仔嘅。OK， 呢間就我頭先一直講嘅壓軸呢一間啦，咁會對比以往嘅89平方啦。我點解話佢呢一間甚至可以做5房嘅設計係非常之靚仔？呢度咧88平方就等於頭先睇嘅110平方嘅縮細版嚇。你睇下呢個位置，我哋頭先110方係打通咗呢度嘛？呢度係可以完全打通嘅。呢一間第一間次臥嚇係完全可以打通。之後咧就係呢度嘅話大概5米幾嘅一個開間闊度，而家係未打通啊。打通咗我哋可以按照110平方去作參考。實際佢有1、2、3、4、5。喺呢個位置都係陽台佈建，都係可以做一間房嘅闊度，所以呢度咧誇張嚟講，可以講做5間房，真係超級誇張嘅。嗱，我哋同埋咧，我哋成個頭先冇講到嘅就係我哋成個戶型裏邊咧，你見到佢利用咗好多嘅一啲飄窗啦，呢啲粉紅色嘅飄窗咧係唔計入面積嘅，都係贈送俾你嘅。陽台咧係有一半嘅贈送，呢一度同埋呢一度都係一半嘅贈送。花池呢個位亦都係多出嚟嘅，咁亦都係利用埋去贈送俾你嘅啦。所以整體嘅空間感咧係超級闊落。88平方，我哋入嚟睇下先。88平方咧，相對可能單價上邊會高翻啲，因為佢係比較緊手少少嘅細戶型，亦都比較熱門嘅戶型啊。其實喺咁多個戶型之中咧，我最推薦可能係110平方，佢9000幾蚊嘅單價，即係110平方咧100萬出啲你就可以買到噶啦。我哋入嚟呢個位置 ，OK， 睇翻個戶型先。入嚟呢個位置，第一間房係半贈送嘅空間，露台，佢係一個露台佈建嘅。咁到時有個護欄喺度，你要將呢個位置咧，將佢封翻個窗利用起身，咁你先可以做到一間房嘅效果。呢個係交付標準嚟㗎啦嚇，同以前嘅89平方嘅交付標準咧係差唔多㗎嚇。咁呢一度咧就係廚房啦。
咁廚房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咗 U 型廚房，其實我覺得都唔會話細過130方嗰個嘅，真係呢度仲要留嗰個冰箱位喺呢個位置添。同埋咧有個重點就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好似頭先咁樣110方咁樣，呢埲牆可以打通，呢埲牆可以打通，做個 open kitchen 半開放式嘅廚房，跟住88平方就會俾到你120平方嘅廳位嘅錯覺啊。OK， 大概3米左右嘅開間啦。咁同埋呢個露台咧，亦都係景觀露台嚇，係可以連埋呢一邊去嘅。咁進深嘅話，帶埋個花池嘅進深，即係頭先所講嘅花池嗰個位嘅進深咧，咁我哋變咗成2米嘅一個闊度嘅，非常之誇張嘅，真係89平方就已經有咁樣嘅效果。嗱，我哋轉過嚟呢個位置，第一間房，呢度就係攞嚟作為打通嘅位置。如果你自己攞嚟真係瞓覺嘅情況下咧，我覺得就細咗少少，你可以作兒童房嚟使用啊。跟住到呢度啦，洗手間啦都有乾濕分離啦。咁89平方同以往嘅89平方差唔多，呢個係88.7平方。1、2第3間房啦，呢度就已經係OK 嘅。呢度可以利用埋個飄台位置作為一間次臥去使用。OK， 嗱88平方嚇。同樣佢亦都俾到更加優待嘅嘢你，270度嘅景觀窗啊！呢個位置真係相當之舒服。而家買樓嘅朋友咧，我覺得真係越嚟越幸福一樣嘢就係所有嘅使用率咧全部加高，而且設計更加之好啊！呢度270度嘅景觀飄窗，成個位非常之舒服。一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又係一個贈送空間，所以我話呢間房就呢度就係你第5間房。係未誇張，88平方。佢到時交付嘅時候咧，都係咁樣一個露台係交付俾你，你自己要作一個風窗。而呢個窗封起身之後咧，係270度嘅採光，你可以好似110平方咁樣去做一個獨立嘅衣帽間，非常之舒服。衣帽間跟住步入嚟咧，就係呢一個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，非常之靚仔嘅。OK， 咁嗱我哋咧總共4個戶型都睇晒，大概有啲平嘅話咧9000幾蚊，甚至更低都有嚇，跟住咧呢一個戶型咧，相對可能會高翻少少，1萬出頭，咁就大概個總價咧去到90幾萬，首付都係5萬蚊左右，月供3000幾蚊你就搞掂，非常之抵玩。同埋110平方咧，我最推薦嘅話咧係100萬出頭。個首付嘅比例大概都係5到6萬蚊左右嚇，月供輕輕係高翻少少嘅，4000幾蚊嘅月供你就可以攞低。所以睇翻你自己嘅需求，如果你想大啲、舒服啲，我都係比較建議110方，因為佢做出嚟之後真係好舒服。如果你想個價錢總價低啲嘅銀碼咧，就呢一間88平方嘅。如果你想更加舒服咧，126、138都係有嘅嚇。所以呢度嘅選擇面咧，亦都係夠晒多嘅。咁 OK， 我最後咧再到去出邊同大家總結下佢不可忽視嘅缺點啊。咁喺大家入手感受國際花城之前，到底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呢？第一，位置，項目地處於坦洲北部，相對於坦洲南部片區嚟講，確實係冇咁方便。無論去周邊嘅大型商圈，抑或是去珠海，都需要耗費一定嘅時間成本。而且地塊分割，項目係以生態湖為核心嘅組團佈局。雖然佢營造出低密度嘅居住氛圍，但係導致咗每一期嘅地塊都形成咗物理隔離。第二，項目期樓交付並且係異地樣板房，喺整個坦洲眾多現樓嘅項目嚟對比，確實係存在明顯嘅短板。而且項目從開賣嚟到依家都依然未開放實體嘅樣板房，實際交付嘅景觀效果同埋採光通風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出入。呢一點係令到唔少客戶到達現場後冇辦法做決定嘅主要因素。第三，項目體量過大，過度依賴港澳巴士同992、993呢兩條跨市公交巴士線連接珠海，對於部分養老群體或者係冇車嘅家庭嚟講，出行便利度會受到限制。雖然後續有可能會根據人口嘅增加而改善，但係公共交通嘅豐富程度同坦洲南部片區依然存在一定嘅差距。整體嚟講，如果企喺居住屬性嘅角度嚟睇，感受國際花城呢個盤，無論係自住抑或是養老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。屋苑內仲有港澳直通巴士，出行十分便利，而景觀更係佢一大嘅亮點。畢竟喺普遍密度偏高嘅坦洲嚟講，咁樣嘅湖景項目確實係少見。但係大家需要注意嘅係，唔係每一棟每一戶都有景觀睇㗎嚇。
如果你想了解呢個項目更多嘅資訊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。我係阿森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上支持，幫我做下數據，持續關注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